度，你都知。而家我用咗你個會，我諗唔影響你個會，我諗唔多睇，冇問題。事實上喺會員名單上邊亦都有好幾間以學校命名嘅柔道會，好似元朗基源書院、新法書院同埋英華書院。佢哋柔道會嘅通訊地址全部都唔喺學校裏邊，而係私人住宅。呢啲學校嘅校長或者係負責課外活動嘅老師都話唔知佢哋柔道課外活動已經組成咗柔道會，由教練帶領入咗柔道協會成為會員。英華又係學生會嘅事嘅。但係如果學生會理㗎啦，話俾你聽。校長唔理咩？校長而家理喎，校長話佢唔知啫喎。點解唔知啫？校長話佢唔知道原來學生會嘅柔道會入咗柔道協會喎。不嬲都入咗㗎啦，唔入佢點去參與比賽啊？阿林生。但問題你哋有冇知會校方？冇可能知會校長嘅，因為呢啲係學生會。喺名單上有一間叫做聖加大利女書院嘅柔道會，但教育處嘅發言人同我哋話，呢間學校喺2年前已經停辦。除咗學校之外，會員名單上亦都有九龍明愛青年中心，但係明愛嘅發言人話，明愛並冇明愛青年中心，但佢又證實九龍明愛社區中心的確有個柔道班，但佢話唔知道嗰個班入咗柔道協會。如果佢話個活動 under 翻明愛呢，佢係要知會。但係如果個教練認為話，我哋依家組織一個會，譬如我係教練，我而家組織個會，我又唔需要明愛 support 嘅，又唔會俾佢註冊，又唔會俾佢俾費用。既然係咁，唔需要用明愛個名咯，點解唔可以用第二個名咯？咁明愛柔道會，咁我影響到明愛中心咩？明愛告我不如啱先啊！你唔係私家偵探。嗱，我話俾你聽啊，林生，你就係私家偵探，我都唔怕你，因為喺我哋嘅協會立場呢，係絕對接受呢啲團體嘅。嗱，首先一樣嘢，我警告你哋啊，我唔知你係咪你電視台打電話去影響我啲團體。如果你揸住我啲資料呢，我會法律追究你哋。我亦都同你哋啲老細傾過㗎啦。啲老細話，如果佢做得正常，你俾佢做啦，同佢合作啦。嗱，我同阿林健明先生呢，佢係我哋嘅名譽會長，我同佢講咗㗎啦。阿林生，嗱，我話俾你聽。嗱，如果你再係咁樣，我直接同阿林百欣先生講嘅。柔協對我哋查詢屬會嘅資料十分敏感，佢哋喺上星期發出一封信俾啲屬會，話柔協並冇授權任何人向各屬會做訪問同埋調查，又提醒屬會嘅註冊地址可以係有關負責人嘅個人聯絡地址。不過信入邊呢，就冇提到我哋最關注嘅問題，就係一個柔道會喺用一個機構或者學校名稱入會嘅時候，係咪應該先得到呢個機構嘅同意？事實上，康體發展局話，佢哋撥款嘅其中一個準則係要睇個別總會屬會嘅多少而定，所以佢哋對屬會會員人數嘅多寡呢都好重視嘅。譬如喺4年計劃書裏邊，咁佢哋都會講，每一個總會都會講，佢哋希望吸納到幾多嘅會員啊，希望擴展到個基層多啲人去參與呢個運動啊，到底喺社會裏邊啊有幾多人支持佢愛好呢種運動啊，咁佢哋都會有講到。咁當然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會考慮嗰個撥款嗰個程度上嘅其中一個原因。除咗康體局因為要撥款而負起監管責任之外，柔協亦都係港協嘅認可會員，所以有團體會員認為港協亦都有責任監管佢哋嘅屬會。實際上，你覺得港協有冇責任去監管呢？我認為有嘅。既然你係承認一個總會係作為你港協嘅會員，你起碼你應該係有一個責任去監管呢啲總會呢，就係開放俾所有嘅人去參加，而唔係容許一個總會你做咗啲嘢唔啱，你都當睇唔到。我覺得佢即係失咗一個即係喺香港所有總會嘅領導嘅地位。由正話嘅片段睇到咧，柔協的確係問題多多㗎。阿林志成啊，其實你有冇嘗試訪問港協嘅代表，睇佢哋即係會有咩解釋呢？我哋嘗試接觸咧就係港協嘅會長沙利士先生。沙利士先生就話咧，佢最近工作好忙，冇時間咧接受我哋嘅訪問。咁你有冇要求揾其他代表傾？咁我哋就揾過港協嘅另外一位秘書長彭聰先生。咁啊，彭聰點講？彭聰話咧，佢哋港協只不過咧係各個體育總會嘅名義上嘅領袖啫。咁再加上咧，因為港協係冇錢咧，係直接資助呢啲屬會嘅，所以好難咧係直接干預佢哋內部嘅行政。有事發生咧，佢都希望各個總會咧自己內部運作，自己內部去解決個問題佢。嗱，但係我哋睇翻譬如話余偉尚事件啦，咁港協咧的確有參與嘅。咁啊，即係縱使柔協方面唔贊成啦，佢仍然堅持要派佢出外嘅。咁點解即係其他問題佢又唔理呢？嗱喺派出運動員方面咧，
尤其是去奧運或者亞運咧，咁要經過港協嘅，因為港協咧係國際奧委會嘅成員之一，咁所以咧喺派運動員方面咧，港協咧係有某一個權力同埋某一個嘅限制喺度。咁啊，再加上咧運動員出外參加亞運或者奧運咧，其實係用緊納稅人嘅錢嘅，咁所以港協就認為咧，佢哋係有權咧去干預同埋或者係有權去控制邊啲運動員去或者邊啲運動員唔應該去咁樣。嗱，既然阿彭聰先生喺電話上邊已經答咗我咁多嘢啦，咁點解佢唔肯直接接受我哋電視訪問呢？本來彭先生咧就同我哋已經約好時間、約好地點嘅，但彭生就有一個嘅條件，就係話要睇下康體發展局究竟派咩人出嚟同我哋講。咁話如果發展局派出一個外籍人士，顯示嘅地位比較高一啲啦嚇，咁咧佢就會願意回應。咁但係結果咧，康體局就派出李珊珊小姐。李小姐咧係康體發展局嘅公關經理。咁佢就話咧，由呢件事睇到咧，康體發展局咧係希望咧係將整件事咧係淡化。咁既然康體發展局咧派出嘅人選唔算好高級咧，咁港協咧亦都不宜咧喺鏡頭前咧接受我哋訪問，只喺電話講到就算啦咁。咁你同好多各個領域嘅朋友傾過啦，其實你發現遊協嘅問題喺其他嘅項目有冇出現到呢？嗱，其實遊協呢個問題咧就唔單止淨係呢個其中一個體育總會出現嘅問題，因為全香港各個喺港協之下嘅屬會咧都有呢個問題存在，或者係或多或少嘅啫。咁所以如果從呢個角度嚟睇咧，港協認為佢哋因為冇錢直接資助各個屬會，咁而唔出聲或者係理唔到咧，相信係有些少鴕鳥嘅政策。因為實際上咧，港協都係各個體育總會嘅領袖嚟嘅，佢哋嘅領導角色咧係無可置疑嘅。嗱，咁負責直接資助嘅康體發展局咧，會唔會睇緊呢件事咧？喺嚟緊呢個星期六咧，即係後日咧，就會有一個各個屬會嘅守則公佈。咁啊，康體發展局會希望咧，凡係攞錢嘅屬會咧，都要遵守佢哋嘅守則。咁其中咧係有2點咧，係我哋喺節目上面提過嘅。第一咧就係點樣公平公開咁樣咧，俾社會人士能夠參與各個體育總會。另外咧都係會涉及到一個就係各個運動會嘅屬會問題，希望能夠盡量減少咧一啲空殼或者啲名存實亡嘅屬會咧喺各個總會入邊。好，唔該晒你。咁下次翻嚟咧，我哋請嚟李鵬飛同埋李柱銘回顧92，展望93，等見。